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阿德。嗨，大家好，顺龙来咯，恁好无？一个好久不见啊！对，无法度啊，因为因为阿德太无闲啊，一来无闲，一来因为一个访问啦，吼啥，所以时间的安排的关系，总是个迄度转来啊，吼，继续来讲故事啦，吼，最近拢是访问较济啦，毋过嘛是希望讲啊，尽量甲即个故事嘛安排伫咧内底，对。毋过共款啦，咱拄开始嘛是有一寡开头的即个开讲一个吼，我其实头一个想要讲的，就是因为拄仔讲咱实在时间上过无够用，时间无够啊，所以即个三不五时就伫即个小沉一个吼，小延一个，小甲延长一个吼，毋是相长啦，延后啦，因为既然讲小沉吼，所以无即个问题。啊，毋过对，因为即个时间实在是上过无够用啦吼，所以加上我当的即个逐工日常的时间吼，固定时间会较无用的时间有做调整，所以变成讲咱原本是拢是拜四吼，隔礼拜隔一礼拜的拜四，早时啊会出。毋过因为我头前的几工会较无用，所以我可能会调整一下，可能应该是自即集开始就是会啊啦吼，所以大家若听到的时阵讲，奇怪时间。看到即集的时间无啥共款吼，原则上应该会改成拜五的时间。我头前因为有较无用的时阵，较尽量法度找一个人旁来处理这物件。无我惊讲我当无用无用好啊，隔工爱上片我其实真正无时间。压力真大咧，因为是无时间处理吼，所以有做一寡调整啊。当然也因为实在伤过无用啦吼，所以即点嘛可能爱较歹势，就是讲。三不五时啊，你都会发觉到阿迪对，搁爱延一个，搁爱前一个，搁爱小拖一个，延前一个啊，搁啲行延前啊，吼，实在是无法度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做一集的时间长度真正有较长，然后爱做的功课真正足济，尤其故事访问对我来讲较简单一寡，毋过故事其实是爱做一个功课。资料啦。论文啦、历史资料啦，你若讲刑案，这就爱搁看判决书啦，吼，等等真侪物件吼，所以实在是真无用啦，吼，所以这个为着要维持共款的程度、共款的品质，共款的这个有够澎湃的内容，共款水准，所以我都无希望去甲变成讲短啊，较简单的就讲过安尼，所以啰嗦嗦安尼，无爱安尼做啦，无希望伤疗效、伤啰嗦，所以希望讲。大家尽量啦，就是可能三不五时啊，对，无遐稳定。但是我一定会尽量以一个月上无爱过2集的这个量来去做目标啦，尽量来去安尼做安尼，就请大家小见谅一下安尼。好，那过来想要讲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咱的这个福金方案的赞助者之一，这个伊文，伊老名做伊文。本地伊的这个福金方案赞助其实有断去，后来就又搁重新来赞助。那当然。先甲大家讲就是讲，福建方案这本来就是一个随喜啦，虽然讲伊是逐个月有随喜啦哈，逐个月啦，自动为信用卡会扣一撮钱吼，当然是无济，就是几十块啊。那这是一个心意，但是我嘛希望讲无造成大家负担，所以任何时间你认为希望甲停落来，你甲停落来吼。莫想讲你名伫遐啊，当然系统甲我通知啦吼，但是迄拢无要紧啊，只是讲伊文是因为伊的信用卡吼，真正互人即个乌白路。
所以刷去，嘿，互偷用去哦，所以我就伊就即个甲我讲啦，就是伊重新用新的卡，佮重新来加入有甲我讲老话。伊本来是讲免佮读一遍啦，还无要紧，但是我想讲拄好即个代志，我嘛想要甲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因为老话是讲特歹势，我的信用卡互人乌白入去，就先停卡用别张重新加入。多谢你伊是安尼讲啦。那我想来特别提这件代志出来讲吼，其实是因为这个信用卡嘛去互入去，前无偌久吼，愈偌济6万外，两笔拢伫国外，我人坐伫客厅消费伫国外奇怪的吼，我这毋知新游世界，敢若咱的意识去到其他所在呢。出窍啊！所以就是有对即个问题啦，我就先紧的敲电话去信用卡公司，我相信讲大家加减有当时信用卡伫使用的人，爱注意啦，可能会对即个问题。毋过我就伫想啊，一般就是讲你有伫网络顶悬留下你的信用卡资料，而且是无即个好好做好安全的即个准备的网站才会安尼吼，因为真侪需要信用卡的网站，其实因嘛拢有做真完整的即个保护，所以我就感觉足奇怪。那后来是有一寡来，毋管是听友是朋友提醒啦，讲其实当的做法吼，伊会自动互即个电脑去要号码，伊嘛无买甲你什么偷摕信用卡号码啥，拢毋管你啊，就是电脑去硬要。暴力破解就对啊！安尼嘛足无安全。也就是讲，你只要有要用信用卡，你都有机会会碰到即款代志。就算讲你无伫网络顶悬录即张卡，嘛是有可能。所以嘛是伫遮想讲趁即个机会提醒大家讲，你若有办信用卡的人，爱注意哦。毋管你有用到即张卡无，尽量也是互伊会使做系统的通知。有诶是用即个简讯，就是传到伫手机啊，有诶是伫个赖内底甲你通知，种种各种各样的方法。讲你吼有用偌济钱，你紧来看一下。对吼，有当时莫讲嫌费气，定定讲消息一直来，因为这嘛是有时间限制。你莫讲过2个月啊，你甲讲我当时用即笔2万块、3万块、4万块，我哪毋知即个代志啊？你要去挂即个讲我互偷入去啊，款式都袂付啊，所以家己要注意，你只要用即款信用卡方面啦，毋是现金的物件，你总是爱加一份注心。入卡你就是爱注意啦。对吼，这嘛在厝甲大家提醒一下吼，好佳在我就紧去甲停啦，停甲当然我迄张卡就共款无法度用啊，都爱发新的卡互我，那迄6万外箍都因会都会处理。我会记得信用卡公司做这什么小，我袂记就是迄款小是有争议的小，所以我会使毋免纳，这大家会使注意一下。尤其你若是即个，因为即款套路吼，真侪拢是国外消费，因为你毋是摕实体卡片出来互偷用，我家己根本都无甲卡片摕出来过。是啊，所以还佫一个叫做海外的即个税金，伊毋若甲你偷入吼，纳即笔钱以外，佫一个敢若5%几%的税，1.5%吼，1.5%1%的即个税金，想讲我都代志都无用到啊，搞扣税。这大家爱注意一下，特别因为拄好有听友嘛碰到共款的问题，所以特别来甲大家提醒即件代志。那咱若有看标题，就会知影讲，即集咱要来讲民俗台湾之前咱伫咧即个金美，即集有讲起着啦，就讲着其实我讲故事是出自民俗台湾即个杂志，伊是杂志毋是一本册。那这是1941年开始出版到1945年结束。迄个时阵我有讲啦，咱伫迄集内底其实嘛有真侪参考资料，上界重要就是咱拄仔讲的即本杂志。伊实际出版的即个期数总共出几期啦？是出43期。迄时我伫看民俗台湾的时候，老实讲我是愈看愈入迷，看真欢喜哦。毋管是内底的广告啦，也是即图画啦、文章啦，拢足深色的。伊的主题就是台湾的民俗嘛，所以叫做民俗台湾，就简单。所以内底有足侪台湾的风土啦、卜卦啦、禁忌啦、俗谚啦、喜事、丧事、红白帖的代志，佮一个民间故事啦，即款的内容内底即个图画，甚至讲是相片，嘛拢是熟悉迄个时代真重要的参考。咱伫看即个民俗台湾的时阵，咱说落来因为讲头先我讲标题都已经写民俗台湾啊，主要就是讲因为说落来我会做几落集
民俗台湾主题的内容，逐集拢会袂讲同款的物件，因为这个物件，这个民俗台湾实在伤过澎湃啊，所以我会就无同款的这个主题，无同款的方向来看，迄个时阵民俗台湾内底所记录的台湾人的生活，真丰富的对啦。各方各面种种无同款的这个样相安尼吼，所以咱这集咧主要是一个，虽然讲是一个带读导读的概念，就是讲，咱或者是爱对伊的这个时代大背景的爱有认捌吼，咱讲透过着这个时代背景来了解民俗台湾是安那有这个价值，我是安那甲这个讲甲安尼遮落落长安尼，遮落落长，其实讲遮尔有敢若最重要迄个感觉吼。之前我其实嘛大概有提起过啦，这本杂志吼，因为出现伫咧1941年迄个年代是真奇怪的代志，毋那久哦，是迄个年代有法度出现这本杂志，本身就足奇怪，是安那奇怪吼，咱就要先为这个日本时代。日本政府对统治台湾的态度来讲起，其实拄头日本人伫取得台湾了后，伊就雄发觉讲，这个所在有影是鬼岛咧，但定定讲鬼岛伫美台湾对。其实迄个时阵日本人嘛感觉讲台湾真是一个鬼仔岛，你知影？毋是鬼岛。日本人想要赶紧吼，或者台湾人乖啊听话啦。当然啦，就是听话，互你趁家伙；唔听话，就互你溜一烟皮。这日本人都开始手腕手段，这就是咱伫讲的，就是也着骂也着锤，就有一款的俗眼讲法。毋过台湾人迄死人生活若是压起来，德国岛菜刀其实嘛是袂互你好食困。前3任台湾总督有2任做年统，1任甚至才做4个外月尔，做袂落。真艰苦大家你甲你车跋饼日本政府敢若用伫军费开销，因为你爱这个镇压镇压才会反叛，毋是讲反叛，镇压就在台湾这个起义的这个人民无接受你日本统治的这个人，逐年敢若用伫这个经费开销都百甲侪啊啦。迄个开袂少呢。而且伊啥物好处拢还袂穷着就先了解一裤底啊。有人讲这都袂输是去食去分着一只马，骑你都无才调骑，搁去互马踢一骹就这个感觉啦。而且日本人甲你讲的日本人就是迄个去食啦。台湾人就是迄只恶管家的马，伊想要管教台湾管好乖乖啊嘛，伊拄统治台湾时，台湾人无得甲信道嘛，大家你甲伊吃薄饼嘛，就变成安尼。日本政府甚至捌出现过讨论讲，是毋是归去甲台湾卖互法国人好啊啦？生伫废弃啦，无伊伫遐了钱。其实进前伫咧网络 YouTube 影片内底有一个做台湾霸嘛，这个算讲，但是一间公司啦，当时是伫咧做影片的时阵，因拄开始就推出这个讲台湾近代历史包含讲日本时代历史的影片，就讲到这个代志，就是台湾差一点互卖去法国，伊内底嘛真趣味就讲咱若当时是互卖去法国，无伫较咱打都毋是，逐个拢会晓讲一寡空你一话空帮我，可能大概是蹦酒，但是讲个人蹦酒安尼确实因为确实有这个过程，这个历史伫咧毋过咧，即时伫咧日本另外一款意见的人就讲，日本做一个踮在即个亚洲的国家，伊想要甲西方列强并起，要甲你我都给并起，要脱亚入欧，脱亚入欧，也就是讲，我虽然讲我人踮在亚洲，但是我有甲欧洲迄个国家并起的材料，因袂敢若想你亚洲即落较落后的国家啦，毋是即款的想法，较落伍啦。我就稳当爱提出一寡成绩，毋则我就甲人比拼嘛若是台湾伫日本人的手头换了有好势，面对西方国家，咱就会使较爽势。要想甲遐阿斗甲济平，台湾你就袂用伫卖。搁较免讲，咱为着台湾投资遐尼济，敢着为着安尼搞年会？若台湾人恶管家，迄是咱官员条件差，无迄个尻川要食迄款下药，无怪因伫咧摇把叉，恁都无才调。台湾换我来去换啦，上来讲即款话咧，就是历史上台湾的历史真有名，做口他妈见到咯，华语读做儿玉源太郎，口他妈上也就是第4任的总督啦。即是总督府就认为讲，台湾人甲日本人是无共民族，有遮济冲突，就是来自即款民族的差别。
话语无共，文化无共，生活惯习无共，思想无共，对，各种各样吼。那要风俗民情拢无共嘛，那安尼要统治台湾，就要先了解台湾的民俗，学台湾话。当然是安尼啊。所以进前咱是嘛捌做过日本人学台湾话的故事。你话语袂通，就真歹沟通啊。是吼，除了爱台湾人学日语以外，因嘛足侪人去学台湾话，吼，这咱进前故事都我捌讲过啊。是。而且咧，伊个会成立像这个台湾惯习研究会、临时救援调查会，吼，这款的单位哈，意思就是讲，先来了解台湾的文化到底是生做什么款。伊拄开始来对这个所在。人地厕所其实根本就无了解因到底创啥吼。对啦，厕所的所在吼，你爱入来，爱所厝边隔壁要小了解一下。是吼，咱搬厝嘛共款的，是去探听一下，哎，厝边隔壁人啥款吼？唔知好到底无。本宿车几点会来？这最重要咧。所以就这款的这个调查啦，伊就成立真侪这款的单位，嘛出版真侪册啦、杂志啦、研究的文章啦。就是为着要搁较熟悉台湾人，因为统治伊嘛是爱伊先了解你内底内容啊。是吼，你这个观念就无毋对吼。伊讲说落来咧，伊就用一款看起来敢若较包容的方式来治理台湾哦。所以讲，迄是伫台湾地位上悬的是内地人，吼，内地迄时讲的，迄个内地毋是南投哦。搁较无可能是这个长山吼，毋是南投嘛，毋是长山吼。迄个时阵是讲日本，因为是殖民的母国嘛，确实咱迄时是互人殖民嘛，内地人、日本人，伊是踮伫台湾的日本人才有做内地人啦。所以讲内地人有特权，这个总督府迄时也是有尊重着台湾的旧惯，就是咱较早的惯势。当然啦，因为常常讲鼓励安那吼，咱有当时在开会啦、讨论代志吼，无啦，这鼓励都毋是安尼吼，这鼓励就是咱讲旧，就是旧惯，简单讲就是传统啦，还是讲这一直以来就是安尼做吼。当然，这有当时真侪物件嘛是爱改啦，吼，但是回事吼。当然啦，你嘛会使讲台湾话、客话、原住民各族的族语。台湾文化甲日本文化伫咧即个所在、即个时间内，拢还佫会使并存，就是其实还佫伫哩吼。毋管你搭一族的话，其实拄开始嘛佫伫哩。当然日本人嘛毋是为着要甲你做朋友，要来了解你的啦。吼，像你刚讲的，要甲你统治，我总是爱先了解你。意思就是讲，咱华语伫讲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嘿，无错吼。所以伊是为着统治要顺势。这其实就叫做人类学。我愈了解这个民族，我就愈会当，我甲恁控制，我就愈会当解说这个民族吼。送得到解说的权利，就有法度甲这个民族的脑后定调着，由我来讲话，我来替伊讲话。吼，所以你要先了解这个民族嘛。同时了解这个民族，也方便我为内底找出控制这个民族的办法。哦，这是过去这拄开始日本在统治台湾，经历到这个前3任总统拢车跋兵，了第4任的柯达马桑儿玉源太郎柯达马桑来到台湾的时阵的新的做法，那就互伊较就安定落来意思啊吼。当然啦，这内底安尼来去，台湾人嘛毋是朝朝拢女啊啦吼，通啊互你安尼烧圆地扁安尼，毋是冷气啊啦，是在你地啦。是啦，1910年代开始。嘛有真侪即个乡土意识的反抗，毋过咧，既然日本政府的目标是统治你，上落尾你也是着变做日本人吼。虽然讲我头前互你即个有即个机会吼，暂且保留你的语言，保留你的文化，保留你的关系。我等于讲你着入因的籍啦。即是讲我是豆啊来吼，无遐赶，毋过你早晚也是爱变做日本人。1920年代咧，即个。内地延长主义事件，什么物件叫做内地延长主义？简单讲吼，就是一个伫咧日清战争，也就是甲午战争吼。有的所在讲甲午战争，有的所在讲日清战争。哦，这了后咧，日本呢吼，就规划讲未来要安怎统治台湾，因为伊就摕到台湾啊嘛。因有一款主张，就是讲。台湾应该来实施甲内地日本同款的制度甲政策。我日本安那生活，法律生做3款，你台湾的法律就互你生做3款吼。不过咧，这嘛毋是一步就要顶天啦吼，咱也是照着这个顺序一步一步豆啊来，因为你一改改伤济，一定会车跋并无法度接受哦，所以伊就是讲好，我初期互你维持你的旧惯、你的风俗，但是真济其实伊小可看袂过的物件，
后壁豆豆也是爱改吼，伊是这款的想法。我家己伫看即个内地延长主义，就是内地延长主义，就华语安尼读，我会感觉伊后壁其实有一个心理，迄就是讲，我大日本帝国当是现代化的国家，我有较全的即个法律制度，有先进的生活，恁台湾人就是早晚要变做日本人，才有法度甲阮行做伙，做一个进步的现代人。对吧？这就叫做进步思维、进步思考、进步的理路。因为讲就是爱行这款现代化、这款制度化、法律的这个生活，你才会甲阮共款，这叫做现代人。所以台湾迄时对因来讲是无啥开化的民族，有这个感觉。的民族啦，是吼。那照你讲啦，迄时日本的法治制度、法治制度、甲生活水准，确实是相对来讲真进步，这是事实吼。台湾嘛，确实伫咧日本的统治之下，走向着现代化社会，慢慢来进步。进前做过真侪集，即个无共款的即个日本时代发生台湾的一寡变化，确实拢甲日本政府的即个政策有关系。真侪台湾要行入现代化，有真大部分甲日本有真大关系，伫咧日本时代确实真有关系吼。包含讲咱之前讲日本时代台湾人安那写文书，即个水在带来，较早人拢无爱写文书对吧？啊，还有公布奉上的即个历史，拢看会出来啦。有较进步啦，是。毋过内地延长主义伫咧要互台湾进步的同时，嘛为着要闪过1920年代全世界风风火火的民族自决的趋势，推出着日台融合的各种政策。也会使讲内地延长主义本身目标其实就是日台融合的同化政策，意思是讲1920年代世界真侪互人统治、互人殖民的族群，就讲咱根本都毋是共族群，比如讲英国世界去共殖民，什么国家世界去共殖民，我遮互殖民的族群认为讲，武规部想毋对咧，我甲你根本都无共族群，咱讲的话语嘛无共，文化嘛无共，你这统治无合理啦，我要自决意思讲，我要家己独立建国，真侪国家拢是后来才出现的，1920年代了出现，那日本就感受到这个压力啊，讲等者，大家拢安尼，那你们这个台湾人嘛安尼咩创？所以内地延长主义表面上当然伊是一个推行真好的制度化的政策，讲互台湾人行入更较现代化的生活，但是同时伊嘛是一款日台融合的同化政策，就是即个法律啦、制度啦、现代化生活，消除你对家己民族的认同。所以你看，你遮现代生活，你当生活遮舒适的方式，其实拢是阮日本人阮扎过来的，阮造成的，阮造就的。所以你其实最后也是爱做一个日本人，你才会成一个人。其实伊后壁有即个意义的，就是我无希望你民族自决。莫甲我用话讲你要独立，我台湾人我要独立，我摆你日本管伊希望莫有即个代志来，比如讲啦，咱讲一寡伊做的代志，比如讲伊为着要互大家较有感觉，讲无啦，咱台湾人甲日本人真正是共一个民族啦，你愈来愈现代化，愈进步啊。伊开始废除台湾人入学读册限制，你会使甲日本人做伙读同一间学校，拄开始无你台湾人读台湾人的学校，日本人读日本人。踮伫台湾的日本人读日本人的学校，那后来就废除即个制度，讲你拢会使读，因为拢共款啊，你嘛拢会晓讲日语啊，大家都会使平等啊，大家都读一间学校，嘛接受到日本人甲即个台湾人会使结婚，较早连结婚都有问题，因为本来你是互殖民的嘛，讲无啦，阮即个概念毋是甲你殖民啦，咱是共一家伙啊啦，就开始有即款讲法，就变做叫做平起平坐啦。表面上是安尼，当然这是表面上，甚至讲台湾人嘛有机会通做官，较早伊嘛无希望互你做官，你会影响着政治嘛。毋过这样看起来敢若甲台湾人当作家己人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我刚讲的目标是要消除、消灭台湾本身的特殊性。因为每一个族群拢有家己较特殊的所在，所以你的语言、你的历史、你的传统，也就是你的文化。当然这中嘛发生真侪即个反抗的运动，一寡较重要的人嘛是拢摕即是世界喷走，像林献堂、蔡培火、林天禄，像这人还有大家较知影上有名的
蒋渭水，咱宜兰人，蒋渭水是宜兰人吼，等等啦吼，即咱内底都做真侪代志吼，包含讲即个6·3法的撤回运动，即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甲后壁致敬事件，这拢是较复杂的代志啊。毋过毋是咱当的重点吼，日后有机会咱嘛会来介绍这个事件，对台湾拢是影响真大，希望互大家使了解吼，日本时代发生足侪趣味的，咱袂使讲趣味来个讲，对咱来讲真有意义的代志吼。即摆来讲，目前来看来讲，以早甲即嘛，感觉会无共款啦。是啦，当时是可能气到要死啦。嘿啦，毕竟因为咱过啊，日本人嘛无统治咱啦。常常讲日本政府，日本内底嘛足侪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意见吼。咱后面也讨论到即个问题，所以嘛袂使讲单纯就是一款意见吼，小可无共款安尼吼。总共一句啦，时间来到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日战争就是台湾的即个国民党过去的教育，甲你讲做8年抗战，就是对日本的战争啦。但其实迄时是中日战争，迄个时阵台湾咧属于日本的哦，所以日本政府希望来确保着伊的殖民地，也就是台湾，袂变成日本人背后的迄支刀，因为毕竟真侪台湾人是登山过台湾吼，所以惊讲你的心肝内啊，佫有一寡对即个登山的愿望吼。虽然讲朝代嘛无共啦，因为因当初时来大部分的时代是伫咧即个清国的时间吼，甲后来中日战争更是中华民国的时间是无共款。毋过对伊来讲，总是迄个所在嘛，吼，登山的迄个所在，惊讲你会变成我背后的刀啦，吼，所以内底延长主义就无够用，油门就爱吹紧绷，吼，想要加速甲台湾人变做日本人，才会开始来推动着皇民化运动。咱之前嘛捌提起着皇民化运动，即个日本人一方面就甲你鼓励啊，比如讲你若是国语家庭，对，有较侪即个福利。国语家庭，国语是什么国语？日本话啊，当然就是日语嘛，吼。过来即个1949年的即个姓名法、姓名法，吼，你的名，希望讲你废掉你的汉名，你莫用汉名，改号日本名。历史上台湾近代大家上知影号日本名的即个台湾人是啥，你知无？前几年过身的李登辉。是哦，伊当初是有一段时间是改日本名，日本时代，真久啊啦，或者岩萨多马萨，无计一人知哦，真侪人知，我甲你讲，伊即件代志真有名吼。华语读做言理正南的，叫汉字读啦，岩萨多马萨吼，这就是伊迄时好的名啦。一方面呢，除了改你的名以外咧，伊嘛要改变你的信仰甲语言。无因为李登辉的时阵，阮也毋捌。你还阁伤细汉，你还阁伤细汉，我这少年毋知，较无了解你登辉这个人。迄时就是会甲你教育讲吼，信妈祖较属信阮的即个天教大神天照大神，因的神道教的即个神明啦吼。讲台语哪有讲国语高级咧？当然，即个所在国语共款是。咱记一个咧，比如讲，咱之前捌讲过台语片导演林传秋的故事。1943年的时，伊捌做过新剧，也就是舞台剧啦，甲我现代即款的舞台剧，挑工伫台顶甲角色合做即个台语名，配角佫讲台湾民谣。后来就日本政府要求停演啦，不准你演啦，不准你搬。无甲真正甲掠去，但是就不准你搬。所以你就知影讲，其实也是有即个问题啦。就是讲，虽然讲表面上咱爱同化咱要创啊，但是速度无够紧。我的目标共款，就是希望你会认为家己是日本人，但是速度无够紧。所以后壁拄着战争，我惊你变成我背后的刀，伫我背后插一支刀，所以咧。就加紧速度，才会推出着皇民化运动，即时的油门吹紧绷，就是即个感觉安尼。皇民化运动要求台湾人接受日本文化的教育，较早遐旧观啦、风俗啦，拢爱消除。你爱变做天皇真正的子民。自此以来，都有一件真奇怪的代志哦。咱拄仔讲，1937年了后。日本伫台湾推行要消灭台湾文化的皇民化运动，要甲台湾人变做日本人。安尼1941年开始出刊，1937年的代志嘛，皇民化运动。1941年才开始出刊的民俗台湾，是安那有法度伫迄个时代背景挖落来的，专门介绍台湾的风俗、台湾的生活惯势，台湾人是做什么代志，是安那咧？嘿呀，是安那呢？这咱就留伫后半段再过来讲，我先休困一下。
你即摆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安尼咱就继续。咯，顶半段听到会忝哦，会忝，因为顶半段较长啦，历史的部分嘛较济，所以我就希望讲先紧甲讲过吼，大家可能听了较辛苦一撮。毋过因为这是第咱咧讲民俗台湾的时阵，一定爱知影较严重、较严肃。较点到一撮吼。毋过因为一定爱知影即个背景，咱才会知影讲即本杂志、即本刊物的即个重要性，伊的价值，伊甲人无共伫倒位吼，所以会较点到一寡。那咱诚久嘛无遮点到啊，袂使咧讲，尤其是咱访问定定嘛真点到吼。但是讲故事的部分，一般我会较轻松一寡吼。但是因为即篇是咱讲带读吼，就是带头啦，带落就是家安尼。就是爱互你紧的来先了解一下即个规个背景，吼，爱看较侪物件就出啦吼，大家都见谅。但是你若听落吼，听无啥有，会使阁听第二遍。哦，因为真侪即个历史就伫咧内底吼，这拢是历史的物件吼。好啦，咱讲转来，咱继续后壁的后半段吼，因为顶半段咱为即个日本伫咧日清战争，也就是甲午战争了后咧，将台湾摕到手开始，讲起着台湾卖客论、台湾卖确论、台湾卖客论，反正就是即个要甲台湾卖掉，讲即个轨道袂互法国人准拄煞啦吼。贵真济款，嘛再做叫轨道。轨道无毋对吼，那过来就是内地延长主义，一直讲到即个皇民化运动，日本人伫咧统治台湾拄着即个困难，一直到因的心境的转换，因的手腕哪去转西吼，甲后壁讲因为战争爆发了后，伊爱加速吼，油门爱吹紧绷，互台湾人赶紧变日本人。咱拄则的讲法就是安尼嘛吼，拄开始想讲你着乖乖啊，就好，到发觉讲台湾则无乖，规去卖卖。到尾日本人甲你讲袂使，咱要伫甲人徛起，你世界甲人徛起，咱袂使甲卖掉，咱着爱改变咱的统治的手法，则一路行到遮安尼。你看我讲改变方式啊，是吼，我要讲一本杂志，竟然爱看慢遐尼长，你看吼，头拄仔才讲啦，咱就是讲是安那伫咧皇民化运动的背景之下，民俗台湾有材料挖落来，咱为两个方向来讲。第一，学者伊感着头人的文化关怀。过去真济毋管是日本人或者是台湾的学者，伫咧长期研究台湾的风俗文化甲各种传统了后，其实嘛会产生认同感嘛。咱顶半段讲人类学拄头出现的目的是了解而且控制一个民族。虽然讲是研究其他异文化异族群，就是外口毋是属于我家己的族群。拄开始啦吼，研究其他的族群安尼吼，但是你研究济了后，你嘛有可能因为了解研究的关系吼，就开始认同即个文化。愈接近，你就可能想法甲伊愈来愈会接近嘛吼。即个人安怎看待伊的世界，伊当着的困难是啥吼？你伫研究即个族群的时阵，你可能就会开始思考吼。即个比如台湾人是安怎看待世界，台湾人是安怎思考家己的，台湾人拄着的困境是啥？所以当然都有可能对一个民族产生同情。咱伫咧历史上会使看到真侪学者吼，日本伫咧研究台湾的这学者，日本时代真侪人后来对台湾的态度其实是真正面，真介意台湾人，或者台湾文化，就是安尼。
经过40多年，1941年已經40多年啊，1895年開始摕到台灣嘛。經過40多年，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當然嘛有日本人來了解而且去愛着台灣的各種文化。一寡學者較關心這個文化的人咧，看到皇民化運動，風風火火，伊嘛會想講，哇！台灣文化要佇皇民化運動之下來絕種啊呢？伊嘛會毋甘啊！另一方面，台灣人經過日本人引進的這款教育制度，伊嘛培養出真濟社會上的頭人啊，社會人士哈，各種領域的精英，當講精英精英因對家己做一個台灣人，甲日本人的無共這件代誌，嘛會有思考啊。雖講我是日本帝國的子民，毋過我終其尾是一個台灣人。這個人咧嘛毋甘講家己的文化來消失啦。迄當然咯。所以其實迄個時陣，咱都進前講的什麼蔡培火啦，蔡培火上有名就即個10項關鍵，即個物件是伊用白話字所寫落來的即個文章啦。所以真正伊的觀察啦，伊所看到的物件呢，所以因對台灣是真關心。伊雖然受到真好的日本時代教育，但是伊會去思考，我是台灣人。台灣應該愛有什麼款的未來？這是迄個時陣知識分子因對時代的思考，對我是什麼人認同的思考。這終其尾你是一個台灣人，對，當着皇民化運動的時陣，因為有這款的思考的衝突，所以毋才會講民俗台灣的產生一部分是，毋管是日本人、台灣人，攏有關心到台灣的文化甲認同的人，才會促成講這個雜誌的出現啦。這兩款人，無論是日本人也是台灣人，一般攏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皇民化運動的手路傷過粗殘，因為咱講油門要吹真棒啊嘛，所以要趕緊啊，無錯，就這個火車行到數真棒啊啦，所以就是有這個問題啦。那是講你日本帝國毋是無佇台灣建設啦，毋過你講一句較無算啊，你上主要嘛是為你家己啊，對阮這個殖民地愛這討下，你看人講第一公正感謝互惠社幫，平常時你就甲阮欺負到有寸，欺負到忝忝，欺負到夠夠啊，但你閣要甲在台灣的風俗啦、信仰全部攏要抹消，這有影是下句袂輪的掃，對吧？擋袂掉，我無講袂使，下句袂輪掃啦。對啦，所以閣較安那，咱嘛是要想盡辦法來保存着台灣的民俗甲文化，毋才有即個民俗台灣的出刊。當然，這個參與者有誒佇政府嘛是有淡薄仔，即個咱講話現代講法講話語權，就是講話有一寡效果有力啦，哈。咱若當即個華語講法就有利人士啦，就講政府對伊還閣有一寡遵循啦，甚至講伊可能佇咧政府機關嘛有一寡頭路啦，所以因願意投入來做加減會較好做代誌一寡，無早就甲你關起來啊啦。第二點，日本政府手勢有壓權。什麼叫做手勢有壓權？有包容啊，有小可放較寬一絲啊，所以講表面上日本政府推動皇民化運動，要甲你改造成日本人，所以你愛講日本話，你愛拜日本神。毋過事實上，日本內部嘛有無共款的想法啦，咱都嘛提起過，偏偏要推動台灣人變做日本人，咱其實嘛會使行另外一途呢。無定着愛甲台灣人的文化攏抹消啊，咱嘛會使講台灣人嘛是日本國的子民，只不過台灣人是這個國家內底的一個民族，也就是講，這甲咱日本人是共一個國家內底無共民族。這佇全世界真濟國家嘛攏是安尼啊。比如講以台灣來講，咱暫且無講中華民國佇台灣到底有說是毋是國家啦？咱內底嘛有原住民族啊，咱嘛有客家的這個族群啊，咱嘛有講台語的族群啊，等等各種各樣的族群，一個國家內底有真濟族群，嘛是真正常的代誌。因有家己的文化、家己的語言、家己的生活，這是正常的吼。所以咱無一定甲台灣人的文化全部攏抹消，伊共款會使做咱日本國的國民，做天皇的子民，當時伊佇咧族群，伊的民族是台灣人嘛，無啥關係啊。日本嘛有一款的，有人有一款的想法，毋管是要甲台灣人強強變做日本人，或者是講認同台灣人是共一個國家的無共民族，這兩款想法目標其實攏無變，迄就是你台灣人認同家己屬於日本國。
毋管倒一款，其實伊的要求嘛是共款啦吼。伫戰爭當中，袂使來抾我的後骹嘛，對我驚你會出代志啊吼。顛倒愛是我的助力，毋則對。所以講，皇民化運動改造，毋過要做到什麼程度，要留偌濟通好吞透的空間，其實就有小可畫拍拉肯的機會啊。因為日本內部本地就對皇民化運動雖然改造愛做甲偌緊繃，有無共款的想法啦嘛。所以既然有即個吞透的空間，台灣人要佇內底，就講日本人要佇內底，佇咧台灣文化即塊做一寡。毋管你講反抗啊，是保存，都敢若袂講一定要家己即屆都壓甲死，所以就即個有情形。這就真是愛靠關係咯。是，也就是講日本政府無對民俗台灣來趕盡殺絕，甚至講目睭一蕊刻刻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是安尼。其實咧，甲伊的即個台灣人佇日本國內底的定位，即個思考理路是有關係。到底伊的定位，台灣人佇咧日本國嘅定位是啥？因為真濟討論，所以就有一個會使啊，好啦，一蕊刻刻意思一個，有當時我會查，我會禁，我會講，你這篇不准你寫，這篇傷過頭啊，有一款準拄煞，就有即款的來去的即個空間啦，就即個想法啦。另外一方面較現實來講啦。1937年，日本對這個中國發起戰爭，到了1941年，戰爭其實已經過4年啊。這過程當中耗用到人力、財力、物力，是真濟啦。相對來講，伊要互台灣甲皇民化運動推進崩變到硬，論真講嘛，已經無迄個才調。無迄個能力啊！大家若對近代歷史較小可了解，1941年即個時陣是已經即個民俗台灣已經出刊啊，佫差無幾個月，伊共款1941年應該是12月份的時陣，日本去人偷襲美軍的所在，自此才互美國正式參加着第2次世界大戰。你得失着美國，你就知死啊！吼，你就後壁就佫較虛咧咧啊！吼，所以佫較無即個才調，講我講迄個心力全部攏投入來台灣來控制台灣人，講你就是愛皇民化，你就是愛講實在伊嘛，即方面無遐有才調啊啦。有兩，也就是講有兩個方向的即個原因，互民俗台灣佇咧1941年即款皇民化運動，啊，佫佇風風火火的時陣，有法度活落來的兩個理由，一個是日本學者頭人甲台灣的一寡精英，因對台灣文化的認同甲同情。第二，就是因為即個日本政府內部有真濟討論的聲音，因嘛留下一寡通啊吞透的空間，加上講咧即個戰爭愈來愈激烈的時陣，其實大家嘛無迄個氣力甲即個資源通啊控制甲較調，其實是這兩方向。真趣味哦！當然，這嘛毋是講日本政府都無要管哦。每一期嘅出刊也是着安尼來去動用真濟人脈關係來做這件代誌。民俗台灣佇這款時代背景之下來產生，其實也就注定着伊嘅內容會真多元、真澎湃。因為咱是因為希望保存着台灣嘅文化，意愛着台灣嘅文化，才來出版這本刊物哈。伊毋若是記錄甲研究台灣嘅文化爾，佫較有一種要互日本人甲台灣人攏會使看，當然寫日記啦吼，攏會使看，而且攏看有誒啦。迄個時陣真濟人看有啊啦吼，而且毋是講對文化研究有趣味嘅看底嘅人，是要互大眾攏來看這款心肝，心肝誠大哦。我出版這個物件是面對大眾嘅哦，大家攏愛看呢。即個編輯啦，即個參與者佇這款時代吼，佫較安怎嘛要發行着民俗台灣這個雜誌，因嘅用心甲過去是為着要統治你，這款想法是無啥共款啦。過去咱講人類學嘅拄開始，包含日本政府佇統治台灣、研究台灣、記錄台灣，是為着要甲你統治。即嘛伊出版這個民俗台灣是無共款的所以這無共款。你想嘛，因為着要出版吼嘛，定定可能來得失着日本政府哦，毋管是日本人是台灣人攏共款的，攏會得失着日本政府呢。迄是拋棄着真大的愛心，佇咧做即個職業志業，即個職業呢。比如講，雖然講是即個伊真正，敢若一個記錄啦。是咱佇金美迄集嘅時陣呢嘛，講着伊真正嘅主編，或做即個地點面向伊克到托西奧吼，伊就捌講民俗台灣，你袂使甲當做統治者使用嘅工具，伊是台灣非常重要嘅文獻。
记录着台湾的文献安尼。文献是，内底作者嘛袂用伫欠缺对异文化的用心甲即个爱心，所以你爱真正爱即个文化，爱台湾的即个文化，台湾人即日本人的内地人住伫台湾的日本人，也就是内地人，是真正爱有心爱着即个所在，伊才会使真正写伫内底做作者来写这个物件，毋是讲用统治的眼光来看袂使用一款以观看低这款态度来看待即个台湾民俗。伊对这本刊物是满满的爱这是这个刊物我感觉真特别。我伫编迄册时真正有这个感受，讲实在，因为我看有日语嘛，愈看愈爱安尼。伊虽然写日语的啦因为我家己资料拢了落来，真正看你会看会出讲，伊真正是平等，甚至讲是对你保持着真正介意这个文化来写内底的文章。伊捌伫倒位听过人安那讲这个世界安那因的这个文化是啥？伊过去生活，因为真侪人伫台湾嘛住真侪年伊捌经历过什么代志，伊个哩参加着什么代志，伊本身是日本人啊。真侪作者是日本人，当然内底嘛有台湾人的作者，拢有只是讲日本人可能是较大多数安尼这其实就是讲是安那我决定要做这几来集以民俗台湾为主题的节目。一来是伊内底的文章、图画、相片，甚至是广告，拢是迄个时代最重要这个真实的记录，真实在的记录。伊表现出迄个时代台湾人的风俗、信仰，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各种样式。所以讲，伊爱台湾。内底真侪作者是真正介意台湾来，才来做这本杂志安尼。而且所以讲，伊主要是日本人来写的啦。当然，我讲嘛有一寡台湾人不过正就是因为伫迄个困难的时代，因愿意来做这件代志，搁较看会出讲，因是用平等甲理解的这个态度来写台湾，会使减少真侪高高在上的眼光来看异文化所产生的误解。我先来讲这个误解这点我其实真有感受之前我工课捌接触过一寡较早的学者所写的一寡也是过去真有名的一寡学者所写的台湾早期的历史包含讲这个长山过台湾这移民当初时的开垦啥迄内底完全就是汉人史观、汉人史观，就是用汉人的角度来看世界，用家己的我家己的感觉来落去写就对啦。伊是用这个公平性，是伊是用无受到教化的角度来看原住民的文化甲行为。内底伫讲番的时阵迄个番的讲法实在是各种各样讲人，就是当初时食这青肉安那迄就是敢若看人无去的感觉啦。若看无目的，根本就认为伊根本就无开化。你嘛无想看，嘛讲当初是日本人看到台湾人嘛，根本你无啥开化。对但是当初是因为我看过一寡后来来到台湾的这学者和这个对中国过来这学者所写的这开垦的历史，你真正会看到真正会吐血迄款册有影是愈变心愈硬，正讲是册愈看愈册，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讲。咱翻头去看民俗台湾1941年到1945年间这个时阵，这个刊物都已经比现代咱过去伫编过去一寡资料伫讲这个汉人开垦台湾的这个历史的时阵，伊迄个史观或者伊迄个眼光、迄个爱是完全已经搁较平咱当搁较进步的感觉啦。我讲这是安那我真介意民俗台湾你对照落来翻头去看民俗台湾，你就使知影伊的价值所在所以说落来啦，那不是访问的节目，因为咱后壁嘛写过一寡访问节目，我已经有做一寡安排那除了访问节目以外，我这想大概拢会是甲民俗台湾有关系，有几来集我嘛真希望讲咱听，因为我知影讲像这集撮头，因为历史的物件足济所以会较点到一寡较点当嘛无较点当但是较资料较济，听久会忝会sen我知影啦不过也是希望讲大家你分段听嘛好也就是豆豆吸收，豆豆消化。我已经讲的是较轻、较浅、较大概也讲过你每一个物件内底还会使做纪录片慢慢听，听久你就听有其实你若过去我讲过的，在日本时代真侪历史也是故事，你甲全部倒做伙了，你豆豆这日本时代的这个豆豆来个听就听有这个倒图片拼图倒图片豆豆就倒成100度话你对日本时代对过去的台湾人安那生活是过去台湾人生做什么样秀，
你开始会愈来这愈都做历清楚。史，嘿，但是咱毋是即摆要讲足济，所以嘿有诶是像今日安尼。大部分简单一撮一撮拢甲你带过，就你知影讲历史的变化是安尼。有诶是我敢若讲内底一个点，写一个分数嘛一个点。当然这甲真济出版品的即个帮助关系啦，那项目即个出版品当然会使互咱做参考。即个讲学台语是一个历史即个广播是一个历史，一撮啦一撮啦。但是其实拢甲时代有诚大的关系，互相对照来看是足趣味的。所以我嘛希望讲咱听友啦，会使伫这几落集内底，这部刷落来几落集节目内底，得到物件啦哈。咱会使做伙用听的来行入1941到1945年迄时的台湾人生活当中，用听的来穿越时空，行来行去，去到无共款的时代，熟悉过去的台湾。所以这是咱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即个。虽然讲民俗台湾带读，较点到，但是我感觉真趣味。我个人真介即个顺势的即个铺排，只讲我知影资料伤济啊。所以这是啥呢？我一言再言，一钱再钱，就是因为实在是嘿，这里烟尘，逐工伫行烟尘吼，啥啦拍烟尘啊，其实就是因为第一资料啥真济，第二我到底要安怎取舍我。有当时家己嘛三无章，什么物件留，什么物件先莫讲。要安怎来摆布安尼？嘿啊，要安怎小可莫讲伤过严肃，伤过学术，要安怎互你感觉趣味感，佫袂使走精伤济。这是其实真困难。佫听会落，重点是伫遮哈。是，因为我时间都掠伫差不多1点钟来，所以要讲的物件，讲济无济，讲少无少。你甲20分钟的节目，就又佫无共款啊。20分钟我细项讲一个就会使，但是我这就是希望讲有一定的深度，佫袂使深过头，者所以有阵只为难啦，就大家请见谅。希望讲刷落来，佫落集即个为无共角度来看，即个民俗台湾，大家会介意安尼。好啦，那毋知影大家对即集的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呢？这一集你听了是有介意，或者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我即个调工读较慢，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 Story 也是 YouTube 留话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 啦，还是 Spotify 啦、Mixer Box 嘛，希望你使留下过来称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你嘛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是朋友伊咧愿意一杯咖啡、一包奶油糖的钱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使点下 Show Note。也就是随便库的赞助连结，网连啊！假如是属于生意食水甜，咱三表示咪大，比如我嘛介意，无论这样，我拢感谢你的支持呢。咱今日就要到这咯，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教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 Moonwork、免访、阿贤、阿莹、张文珍、瑞琪、永川、阿里嘎瓦、伊文、Patrick 阿派、变红啊讲，听了会下，理解用心。感谢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更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我是讲吼，我去学台语歌，虽然是头一届对老师学台语歌，完全拢无，这个是我第一老师。我就甲阮朋友去讲吼，足趣味。阮这老师竟然是一个歌星呢，伊捌伫迄个咱有一种卖话台内底有足济主持人有无？伊有伫内底做。就是可能较 local 一寡，较在地一寡的即个歌手啦，应该安尼讲吼。迄落若即种佫少年佫缘投吼，婆妈拢足介意。所以你的重点是缘投。你其实讲较济要讲，其实就是要甲我讲，即个老师，即个歌手先生真缘投，佫少年。嘛毋是安尼讲，那我会感觉是少年，但是重点嘛是真够教。佫够教。嘿，对。少年缘投顺续佫够教。